導演林福地1968年拍的電影《琉球之戀》是迄當時正難得的彩色台語電影。導演也講呢，當年是用台語去拍，不過因為國際政策，若準備出國放送，一定要有華語版。尾啊，台語版也已經找無啊。當時台語台找配音員重新做台語配音版本，恢復電影本地模樣。今年是台語片70週年，也是台語台7週年，有特別舉辦台語台接力影展免費放送。今仔日是琉球之戀拍頭陣。咱離開這，返去台灣，創造美滿的生活。小以下的兩個人因為頂一代冤仇袂當鬥陣，想要相帶走。這是1968年林福地導演拍的台語片《琉球之戀》，男主角為陪老爸安排愛着冤仇人的查某囝。導演講，這出電影當年是用台語翕的，不過受到國際政策影響，要去外國放送一定愛華語版。尾啊，台語版嘛放棄，即馬干那找到華語版。市中心去美國去個摕落轉來。迄陣啊是原來嘛是已經錄國語啦，已經錄做國語，因為上美國一定都要錄做國語。啊，若設計出，就講迄陣咱導演福地導演伊手法，啊，我拄仔講，咱即個電影師林占庭，即個電影師，伊即個拍控制，迄個光線安怎掠，吼，迄種足水。為了要恢復電影原本的模樣，國家影視廳中心甲台語台合作，甲琉球之戀重新配台語音，咧16辦首映會。公影中心認為用台語重新修復，嘛是保存台語電影的歷史。啊，那負責翻譯的台語顧問表示，上夜到的是要知影原本的台語台詞是咧講啥，該觀察演員的嘴型來思考安怎重新配音。我是要尊重華語歌，還是看台語歌？毋過咱無台語歌啊，我就是愛生出台語歌，所以這個時陣是上大的困難。啊，毋過我就是看伊的意思，一定甲咱頂打去啊。我就是去看影片內底演員的喙型。台語台7週年辦台語台接力影展，由琉球之戀拍頭陣，接續落去，還有台劇梅花鹿、亂亂風電16出台語作品，自7月開始，佇台北、台中、甲高雄攏總40場免費放送，希望互觀眾重新認捌台語電影的發展甲傳承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